我可以幻听有这个片段吗？可以啊，不过你老公会跟你一起挑婚纱吗？好像会。First Look 是从欧美国家传过来台湾，在欧美国家并不盛行提前拍婚纱。挑婚纱的时候，大部分也不会找新郎，会找她的好闺蜜或者是家人陪她去，才会有 First Look 这个环节。结婚的那一天，可以记录一下新郎第一眼看到新娘为他披上白纱的那个 moment， 这就是 First Look 最精髓的地方。他先看过我的婚纱就没有感觉了？也不能这么说，挑婚纱的时候，婚纱店也只会先要求你淡妆就好，婚礼当天有气氛的烘托，经过心仪老师的神手，让你整个人看起来更不一样。一样还是可以进行 First Look 这个环节。我的这一组新人，新郎是法国人，新娘是台湾人，先前完全没有看过穿白纱的样子。另外一组之前就有陪他去挑婚纱，一起拍婚纱照，画面其实看起来差不多，追求画面的感觉就 OK。想要有真正那个 moment 的记录，你也可以选择不要请他陪你去挑婚纱，对，看不懂啊，只会觉得可以买，再付钱就好了啦。答对了。